歡迎大家一齊做呼吸練習，放鬆身體。我哋先做3個深呼吸，鼻吸口呼，吸入輕鬆，呼出緊張，再深呼吸，大聲呼走所有壓力，然後再做多個深呼吸，呼走所有壓力，所有繃緊。而家做返正常鼻吸鼻呼，吸入輕鬆，呼出緊張，專注力放喺自己嘅呼吸，每一個呼吸其實喺身體有好多唔同嘅部位一齊運作，先至能夠完成。我哋可以感受腹部嘅起伏，或者空氣喺鼻腔嘅流動，心口隨住呼吸嘅起伏，甚至乎我哋嘅衣服一呼一吸嘅時候，同身體摩擦嘅感受。我哋只需要專注喺一個地方，吸入輕鬆，呼出緊張。身體上面如果有任何唔舒服、繃緊，我哋就趁而家將放鬆吸入帶去身體繃緊唔舒服嘅地方，呼氣嘅時候，將嗰份繃緊唔舒服帶離開我哋嘅身體，繼續放鬆，放鬆。隨住呼吸，將放鬆帶到去我哋身體所有嘅部位，我哋唔需要嘅能量，唔需要嘅情緒，唔需要嘅壓力，係時候透過呼吸呼走，離開我哋嘅身體。
繼續享受呢份放鬆。任何嘅思緒飄過，我哋輕輕提自己返去專注放鬆呼吸。慢慢將呢個放鬆帶到去你嘅當下，任何嘅緊張，隨住呼吸釋放開佢。希望你繼續可以保持呢份放鬆，畀自己好好有一個深度嘅睡眠。多謝你一齊分享呢一個放鬆練習，祝你今晚有一個好舒服、好好瞓嘅夜晚啦。